邵氏影星顧冠中同埋前亞視藝員陳靜韻經歷咗15年嘅愛情長跑之後，喺末日之後第一日正式成為夫婦。兩個人着上中式嘅裙褂，以佛教形式舉行婚禮，仲請到馮素波同埋劉錫賢等等好朋友出席㗎。不過男方就喺簽字嗰陣感動到眼濕濕。完成儀式之後，兩個人即刻大晒恩愛，喺親友嘅起哄之下連番嘴嘴啊！我諗我哋都要重續咧，都要食。嘴對嘴嗰啲，唉，好啊！唔單止咁啊，陳靜韻之後更加大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向老公表達愛意 ，sweet 到爆炸！雖然之後陳靜韻亦都話恨結婚恨咗好耐，當初都諗唔到會有呢一日。不過老公就話其實一早已經諗定㗎啦。舊年我諗話啊，既然我哋而家成15年啦，咁都要俾翻個名分佢咧，就唔好拖拖拉拉。我媽媽都催我啦，係咪先？咁又要圓冇老人家嗰啲夢想，所以咪話舊年咧，我諗住真係求其揾啲朋友煮個餐，食個飯就算數啦。咁頭先都講咗啦，佢細妹要爬頭，佢俾佢爬頭咯。咁個細妹見到佢細妹嗰啲婚禮，哇咁過癮咁有型嘅咧，佢又想咁佢點都好啦，佢大家姐出嫁，咁都唔好令佢失望啊嘛，咁咪做一個啱我咗呢個上咗呢個佛教呢個宗教，咁啊完咗我呢個夢啦，總言之。係啊。